平時我係聽歌就有好多天王天后，但係大家又知唔知業界都有一個非常出名嘅天后呢？自北宋起，沿海鄉民同埋漁民都會供奉天后，祈求風調雨順、漁獲豐收。每年農曆3月23日為天后寶誕，又叫做天后誕、媽祖誕、天妃誕、媽祖生，又或者天妃祭。天后係邊個？相傳媽祖原名林默，生前濟世行善，因此死後冇幾耐就有漁民尊稱為媽祖。天后誕發展至今，已經有24個天后誕被列為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，包括屯門三洲灣天后誕、香港仔天后誕、長洲西灣天后誕、西貢天后誕等等。天后誕慶祝活動中，除咗信眾會帶備祭品參拜還神，仲包括接神、神功戲、花炮同埋巡遊等儀式。